Hello， 大家好啊！我係樂基置業嘅 Samuel 啊。嗱，咁今日咧，大家都估唔到我去咗邊度咧。咁攝影師嗱，可以影影隔離附近嘅呢一個環境先吓。嗱，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個耗資半個億5000萬打造嘅呢個下沉式水景會所啦。嗱，咁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個中山市區，號稱係交樓標準嘅天花板項目啊，叫做遠洋天鑄2期嘅。咁呢一個項目咧就位於中山嘅市中心啦。咁佢隔離嘅所有嘅一啲商場啊、一啲街市啊，係全部都現成有噶啦。咁而且咧呢一個開發商呢一個項目咧，當其時疫情開始咧係賣緊1期嘅。咁當其時咧佢好硬氣咁講咗一樣嘢，就係絕不降價呢4隻大字，咁就俾咗好多以前買落1期嘅業主啦，同埋準備買嘅業主啦，一個好強嘅一個信心啦。咁現在咧佢1期咧就早就已經賣晒噶啦，咁佢而家咧就強勢加推咗第2期啦。咁第2期咧同樣佢亦都係號稱係交樓標準啦，係去到5000蚊1平方噶，而且咧同埋佢嘅屋苑嘅配套啦，包括我而家身處嘅呢一個下沉式嘅一個水景會所啦，亦都係中山市區咁多個樓盤之中咧係 No.1 嘅，排第1嘅。因為佢嘅交樓標準咧係去到5000蚊1平方，即係縱觀晒成個中山市區啲屋苑咧，呢個屋苑可以講嘅係交樓標準嘅天花板。咁佢呢個下沉式嘅會所，佢包含咗有啲乜嘢咧？佢包含咗有一個私宴廳啦，就係我隔離身後嘅呢一個嗱，攝影師去影影。嗱，佢今日就冇開燈嘅。咁呢一個私宴廳咧，就平時可以俾業主喺呢一度招呼朋友啦，可以請啲廚師過嚟做下啲私房菜啦，搞一啲私宴啦，就喺呢一度噶啦。咁我隔離嘅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健身房啦。咁佢呢一個會所嚟講嘅話咧，佢嘅所有嘅設施啦，佢嘅配套啦，其實全部都係非常之完善嘅。嗱，大家可以見到佢嘅一啲跑步機啊、連啞鈴啊等等嘅入邊咧，嗱，呢度仲會有一個高爾夫球嘅一個練習室啊，係啦，一個電子嘅一個練習室嚟㗎。呢一個係咪好正啊？即係比如話我平時我中意打 golf 嘅，又唔即係咁大嘅太陽，我又唔想出去曬嘅，喺呢一度你就可以練㗎啦。係啊，跟住嗱呢一邊咧就係一個瑜伽房啦，一個瑜伽室啦。跟住咧，其實隔離咧仲係會有一個泳池嘅，一個室內嘅一個游泳池啦，同埋室外游泳池啦。因為咧佢現在樓上咧就全部喺度裝修緊嘅，所以咧依家咧就未正式係對外開放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如果對呢個項目感興趣，以前或者睇過1期嘅，又或者睇過中山市區啲屋苑啦，又想對比一下嘅情況下咧，嗱呢個屋苑咧，我覺得可以值得你去睇一睇啦。嗱，咁事不宜遲啦，因為佢現在咧可以講嘅係新嘅1期啦、新嘅屋苑啦、新嘅交樓標準啦，同埋一個新嘅戶型嘅。同樣咧，佢戶型咧亦都係號稱中山市區實用率係超過咗100%嘅，係比其他嘅項目同等嚟講嘅話咧，打個比方下，100平方嚟講嘅話咧，佢呢一度嘅項目係可以多10到20個平方，即係對比翻其他項目100方去計嘅話，佢呢一度可以用到嘅係100方到120方嘅一個實用面積嘅。咁其實係比其他好多項目嚟講嘅話咧，佢嘅實用率咧係高非常之多。咁佢現在嚟講嘅話咧，都係講嗰句啦，佢話交樓標準非常之高，實用率非常之高。咁究竟佢嘅交樓標準有幾靚咧？實用率有幾靚咧？嗱，事不宜遲啦，即刻跟住我嘅鏡頭，我去一探究竟。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佢呢一個大堂嘅呢個位置啦。咁其實佢1樓大堂咧，每一層咧佢都係會有佢自己嘅一個功能嘅喎。咁其實佢而家咧賣緊嘅一棟咧，樓下呢一度咧，佢就做咗一個茶室俾你噶啦。咁你平時啊落樓下同班鄰居朋友啊喺呢一度嘆2杯茶 ，OK 嘅。咁嗱，佢現在嘅呢一邊嚟講嘅話咧，其實呢一度咧就係真真正正入去呢一戶嘅一個大門啦。咁佢呢一度咧，全部都係用翻一啲人面識別啦，或者密碼啦，或者啲卡啦，一個呢一個智能嘅一個開門嘅一個開關嚟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業主朋友咧會問啦，內地啲屋苑樓下有冇石 Q 㗎？有冇人睇㗎？有冇看更㗎？內地係唔需要㗎，因為
門口已經係一道閘啦。落到嚟你屋企嘅樓下大門呢一度又係一道閘，所以一個安全性能嚟講咧係非常之高嘅。嗱，咁事不宜遲啦，即刻帶大家上樓睇翻佢嘅戶型先。OK，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樓上呢一層啦。咁其實咧佢呢一邊嘅設計咧全部都係2梯3伙嘅。咁呢一度咧，因為佢 lift 咧仲未整好，咁啊未裝入去嘅，所以咧佢呢一度咧就仲未通嘅。咁日後咧呢一度咧就係一個 lift 門啦。呢個 lift 門咧其實出到嚟呢一邊咧就係單獨嘅一個166平方，大概1200尺㗎啦，一個單位嚟嘅。咁嗰邊咧就係獨立嘅2戶啦。呢邊2戶咧就獨立嘅142平方啦，咁大概就1500、1600零尺啦。咁呢一度咧其實都仲有一個 lift 位嘅，所以其實可以講嘅係呢一邊嚟講話，可以講係專梯專戶啦，獨梯獨戶。咁其實對於你嘅一個私隱程度咧係會非常之高嘅。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先睇咗隔離嗰個116方先。咁其實呢一個116方咧，呢一個戶型嚟講嘅話咧，佢係做一個四房或者係做5房嘅一個單位嘅。嗱，點解咁講咧？嗱，入嚟就可以見到啦。咁其實咧，嗱，入到嚟啦，呢一邊咧門啊、門鎖啊，4合一嘅智能門鎖。呢一個好高質量嘅木門板咧，其實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跟住入到門口隔離嘅呢一個咧，佢係做翻一個 open kitchen 開放式嘅設計俾你。咁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即係其實可以喐嘅咧就冇嘅。咁包括啦，呢一啲係有噶啦。嗱，呢啲3件套啊，全部都係有噶啦。咁而且咧，佢呢一邊咧仲會有一個即係會帶一個位去俾你做一個擺一個雙門嘅一個雪櫃啦。呢個咁大型嘅一個雙門雪櫃，佢都擺得落，有個位俾你。咁同樣啦，佢呢一個兩邊嘅推拉趟門啊，3段式嘅，嗰邊都可以咁樣拉埋。咁你如果話想炒啲油煙大嘅咧，你可以將呢一個窗推拉門拉咗佢，咁你成個廚房咧就變咗密封噶啦。咁你如果我平時唔做呢啲咁大油煙嘅嘢咧，將呢兩個拉開佢，咁就變咗做一個 open kitchen 啦。咁其實由你門口入到嚟咧，冇咗埲牆嚟講嘅話咧，兩邊都冇牆咧，其實望入去咧個視覺感咧係非常之大嘅，係啦。咁嗱入門啊，即係我點解先話可以做4房可以做5房咧？嗱呢一邊就可以見到啦。咁佢現在嘅呢一個設計咧，就做咗5房嘅設計。呢度係獨立一間洗衣房，係啦，獨立一間洗衣房擺洗衣機、烘乾機，跟住其實呢一邊咧可以整一個晾衣架又得，或者我唔整又得，因為佢呢一個烘乾機咧，你基本上全部都係即係唔係話特別厚嘅衫啦，都烘得乾嘅，係啦。呢度仲做一個洗手台啦。咁其實呢埲牆咧交樓俾你咧係冇嘅。佢同埋隔離嘅呢一間房咧，嗱係連通嘅。呢一間房其實係連通嘅。咁你如果日後咧想好似佢咁樣設計做5房，單獨做一個洗衣房嘅情況下咧，呢一度就去間一個書房啦，係啦，俾一個獨立嘅一個私人空間啦。你做一個茶室又得啦，或者做一個書房，好似佢咁樣嘅設計都 OK， 都冇問題噶。嗱咁其實隔離嘅呢一個咧就係佢嘅一個餐廳位置啦。不過咧，我覺得佢呢一個設計咧就唔係好好啦，因為我個人唔係好中意呢一種設計，我都係比較中意一啲圓台，係啦。咁其實佢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可以擺得落一張6人到8人嘅餐台，其實係完全足夠噶啦。呢一個位完全足夠噶啦，係啊。嗱，咁攝影師嗱，我哋攝影師喺呢邊影翻過嚟呢一邊先，個感官係咪好大啊？嗰個空間感，因為點解咧？佢個窗封咗，呢個露台啊，佢封咗。咁交樓俾你嗰陣時咧，佢係冇封窗嘅，佢係一個露台嚟㗎。咁你後期要做個封窗嘅話咧，其實可以好似佢呢一個示範單位嘅設計啦。嗰邊一間房劏開2間房，一間房做洗衣房，一間房做書房。咁你呢個露台咧，全部封晒佢咧，你就可以唔使晾衫啦，係啦。咁好似佢咁樣去做啦。呢一邊咧。你中意養啲花花草草嘅呢一邊都可以養，係啦。跟住呢一邊咧，你可以好似佢咁樣做一個茶室啦，即係做個茶台啦。平時喺度嘆下茶，活動一下 OK 嘅。望下出邊呢一個咁靚嘅園林景，佢個園林啊，使咗半個億去打造噶，非常之正噶。嗱咁啊，講翻佢呢個交樓標準有啲咩先嚇？首先咧，我哋頭頂上嘅兩邊嘅一個中央冷氣啦，東芝嘅冷氣。全屋都係標配，
跟住電視嘅背景牆，呢個背景牆板亦都係交樓標準，都有背景牆板嚟嘅。咁其實咧，佢呢一度咧可以講係第4代嘅智慧住宅啦。佢全屋標配呢一個華為鴻蒙嘅一個智能家居啦。咁你平時翻到屋企一撳燈全開就全開噶啦，一關就全關噶啦，同埋啲冷氣啊都係可以喺呢一個智能嘅一個控制面板上面控制，或者喺手機上面控制都 OK 嘅。呢一個咧就叫做第4代嘅智能住宅啦。所有全部都係高科技啦，都唔需要話我自己去操作咁唔需要噶啦。咁嗱，入到嚟我哋睇翻啲房間先啦。嗱，咁其實門口咧你可以當一間房又得，當2間房又得嘅。咁入邊呢一邊咧仲有2間房啦。呢度一間咧其實可以做一個兒童房啦，做一個榻榻米設計、飄台嗰啲所有嘢咧全部揼埋佢，將個空間利用得十分之極致。咁佢做一張5.6米嘅床之餘咧，呢一邊仲可以做一個書台啦、衣櫃啦，綽綽有餘噶啦，個空間感係非常之夠噶啦。跟住嗱，呢一邊咧就係我啱先所講嘅連住露台嘅一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咧，你可以推出去又得，或者唔推出去，好似佢依家咁樣去做咧都冇問題嘅，因為佢個床咧可以擺得到一張1.6米嘅大床啦，其實完全足夠噶啦。跟住呢一邊咧仲可以做一排到頂嘅一個衣櫃啦，跟住擺2個床頭櫃啦，個空間感都唔會細嘅，都非常之大嘅。咁如果後期我覺得呢間房想再大啲嘅，咁咪將呢一個推拉門剝咗佢推返出去咯，係咪？咁你個空間就更加之大啦。跟住好啦，嗱呢一邊咧就係佢嘅公共洗手間啦。咁佢嘅公共洗手間咧，佢係做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嘅。咁佢嘅設計咧就係個洗手盆擺喺出邊，淋浴區同埋馬桶咧就擺入邊。呢度咧交樓嗰陣時咧仲會有一道門嘅，仲有一個木門喺呢一度嘅。咁佢呢一個嘅設計咧可以講嘅係我早上起身。我想上廁所嘅，同埋我要刷牙嘅，兩邊都唔會話有衝突嘅。包括佢頭頂上嘅呢個暖霸啦，係啦，全部都係交樓標準，都係有嘅。跟住嗱，我哋睇翻背後嘅，仲會有一間主人房啦。嗱，咁主人房呢一邊咧，即係呢一個戶型可以講係一個飛機戶型啊。客廳、餐廳喺中間，房間就喺呢兩邊，係啦。嗱，咁主人房咧就喺呢一度啦。咁主人房咧，佢包括又可以影呢一個，佢呢度嘅所有嘅交樓標準嘅面板咧，全部都係咁樣華為智能嘅面板嚟嘅，可以控制冷氣啦，跟住燈啦、燈帶啦、離開進入啦、觀影啦，呢啲全部都可以揀呢一個模式㗎。所以而家新型嘅高科技智慧住宅咧，全部都係咁樣。嗱，呢一個主人房咧，佢就呢一排咧，佢做咗一個衣櫃啦，就隔開咗呢一個主套同埋呢一個床嘅呢一個，即係有啲人會諗話廁所個門對住個床對沖唔好啊。咁佢呢個設計咧，呢一邊可以單獨做到一個衣帽間啦。咁呢一邊可以擺個化妝台啦，跟住呢一邊擺一排嘅一個衣櫃啦，都 OK 嘅。跟住主人房嘅套廁，主人房套廁咧，佢可以講緊嘅係兩面嘅鏡啦，交樓標準啦，同埋佢呢一個智能馬桶亦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咁同樣亦都係乾濕分離嘅設計啦，頭頂上嘅呢個暖霸啦，都係交樓標準嚟嘅。所以其實佢呢一個設計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佢主人房嘅套廁咧會比客套，即係客廁咧係會再靚啲嘅，因為佢有智能馬桶。好啦，主人房呢個位置咧，完全可以擺得落一張1.8米嘅大床啦，跟住呢一邊佢仲做咗一個梳化喺呢一度噶，咁個空間咧都唔會細喎。你睇我咁樣行嘅呢個過道，係咪空間都唔細噶？咁佢嘅露台咧就全部都已經係冇晒露台喺，即係冇咗呢個飄台喺度噶啦。所以咧佢呢一個過道位係咪你睇下幾闊落啊？呢一個1.8米嘅大床，咁我做埋衣櫃，做埋兩邊嘅床頭櫃，呢一邊仲擺咗個梳化之餘，我嘅空間，我嘅走嘅過道都咁大，所以其實呢一個116方呢個戶型咧，其實第一個啦，佢可設計性非常之高啦，佢可以做4房又得，做5房又得，可以按照佢呢個示範單位去設計都冇問題㗎。你後期如果話我唔中意咁嘅設計咁就我唔間房咯，我就做一個4房就算啦。所以話呢一個116方咧，
佢可以做到4房嘅效果嚟講嘅話咧，可以講嘅係佢嘅實用率咧真係非常之高，因為對比市面上嘅116方嘅一啲4房嘅單位咧，可能講緊嘅係啲房間唔會有咁大，同埋個廳都唔會有咁闊落嘅一個廳，係啦，佢其實可以講嘅係佢哋宣傳嘅對比市面上嘅單位咧，實用率咧係高過佢哋10個面即係10個方到20個方之間嘅，所以講得冇錯嘅。咁呢一個其實116方咧，可以講緊嘅係一個單邊位啦、單邊嘅設計啦、望翻園林景觀啦，咁啊獨梯獨戶啦。咁其實對於一啲想要大單位啲嘅交樓標準高啲嘅實用率又高啲嘅客戶咧，其實呢一個單位可以諗一諗，可以考慮一下。咁呢個單位咧設計性非常之高啦，4房5房你住4個人又得，住5個人都得，嗱睇你自己點樣用嘅啫，都冇問題嘅。好啦，嗱咁我哋再行翻過隔離，睇翻佢嘅一個143方143方嘅單位先。咁佢呢一度咧2梯3房咧都係以一啲大少少嘅單位為主嘅。你之前點樣打對方啊？嗱，咁我哋就睇呢一間142方嘅。咁呢一個142平方嘅呢個單位咧，其實嗱呢一度咧都係一個 lift 位嚟嘅，係啊一個 lift 位，即係其實可以講緊嘅係就係專梯專戶。嗱嗰邊有一個 lift 位，呢一邊有一個 lift 位。嗱隔離嗰個咧，亦都係142平方嘅，即係大概1500-1600尺啦。嗱呢個單位大概1500-1600尺，其實兩邊戶型係一樣㗎。咁同樣亦都係會有個 lift 位，專梯專戶去到你屋企。咁呢其實嗱呢個單位咧就係交樓標準嚟㗎啦。嗱攝影師可以影一影，睇一睇個交樓標準。咁其實佢咧142平方咧，其實佢就係做一個橫廳嘅設計啦。咁我哋可以睇隔離嗰個有晒嗰個傢俬嘅一個效果啦。嗱咁佢入門嘅子母門啦、交樓標準啦，同埋4合1嘅一個鎖啦，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咁其實入到門口咧，佢呢一度咧同樣亦都係會做一個洗衣房，係啦，因為其實佢呢一度嘅設計咧，可以講緊嘅係按照翻好多嘅一個豪宅嘅一個設計，即係比如話廣州、深圳啦、北上廣深呢一啲豪宅嘅設計咧，都會有單獨嘅一個洗衣房出嚟嘅。跟住好啦，嗱入到嚟。嗱，攝影師可以影影係咪好大啊？呢個戶型143方，你係142方，你係完全感覺唔到佢係咁，即係完全係你 feel 到係可能去到86方、87方嘅一個效果嚟喎呢一個，因為咧佢做橫廳設計，橫廳設計有咩好處咧？佢就係連過渡嘅位啊，同樣都係融入翻你嘅客廳同埋呢個飯廳嘅一個面積入邊噶啦，所以咧佢係冇任何一啲面積係會浪費嘅。咁同樣啦，佢嘅廚房啦，亦都係做一個 open kitchen 嘅一個交樓標準啦，兩邊嘅推拉門啦，全部都係有嘅。跟住呢一啲廚房嘅3件套，方太嘅廚房3件套，全部都有齊晒嘅啦。咁啊，做一個 U 型嘅一個廚房設計啦。呢一邊咧仲會有一個獨立嘅可以擺雙門雪櫃嘅一個位置留俾你噶啦，係啦。跟住好啦，嗱出到嚟呢一邊。其實咧呢個戶型咧點解話覺得即係大家點解會覺得大咧？因為佢呢一邊咧會有個窗，大嘅落地玻璃窗，嗰邊仲會有一個窗，又係一個大嘅落地玻璃窗。呢一個橫廳設計咧，其實市面上好多橫廳設計嘅一啲戶型咧，可以講緊嘅係就得單一露台，你好難做得到南北對流嘅一個效果嘅。咁佢呢一度嘅設計咧又唔一樣咯，因為佢係一個單邊位啦，獨立出嚟嘅單邊位啦，佢隔離左右咧係冇另外一個戶數喺呢一度嘅，所以佢嘅設計可以做到一個橫廳設計之餘，仲可以做到呢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效果，係啦，就係咁簡單。咁佢嘅客餐廳嘅呢個位置咧，又其實可以擺一張6人到8人嘅餐台啦，完全足夠啦。跟住，其實佢交樓俾你咧，呢一個咧係一個飄台位，即係飄窗位嚟㗎，一個露台位嚟嘅。咁佢就封咗窗，做咗個洗衣房之後咧，呢度就唔需要晾衫啦，亦都唔需要擺洗衣機、烘乾機啦。咁佢就封咗個窗佢。咁呢一邊咧就做一個簡單嘅一個吧台啦，一個酒台一個設計啦。後邊咧做一個酒櫃嘅展示櫃啦，嗱，亦都係可以㗎。咁其實佢
呢一個封咗窗之後，其實大家可以見到佢嘅客廳係真係大咗好多，而且佢嘅採光面係非常之足夠㗎。因為其實一個單位你覺得佢大嘅前提下咧，有一個條件咧就係咩咧？呢個單位採光度夠晒足，而且好開揚，成個單位你可以見到係冇任何嘅一個一啲三尖八角個位啦，好實用，四四正正。咁其實佢呢一邊咧嗱，仲可以擺到一啲嘆咖啡嘅、嘆茶嘅一個位置俾你，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呢一個單位，嗱我呢一邊又可以坐人，嗰邊又可以坐人，成個單位嚟講，可以講啦係我可以接納嘅客戶，即係我接納嘅朋友、親戚朋友嚟講嘅話，真係可以10幾人，我完全都坐得落。成個客廳你唔會覺得緊迫嘅，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143方、142方咧，俾到你嘅效果咧，可以講嘅係出到160方嘅效果俾到你。嗱，咁我哋入嚟，嗱，其實呢一個背景牆咧，亦都係交樓標準都有背景床喺度噶啦。嗱，咁呢一度咧就係一間房啦，呢一間咧可以做一個客房又得啦。嗱，佢呢一邊咧做一個衣櫃，跟住一個書台喺呢一度。張床亦都係可以擺得落一張1.6米嘅大床，係咪啊？2個床頭櫃亦都可以擺得落。咁所以你睇下呢個房間真係唔細嘅，而且頭頂佢呢一啲吊頂啦、燈帶啦，全部都做好俾你，同埋一個中央冷氣啦，全部都係有嘅。所以話佢呢一個其實佢嘅戶型橫廳嚟講，佢嘅戶型咧係非常之實用嘅。嗱，咁呢一間房咧正正式式可以做一間書房啦。或者係觀影房，即係我哋所講嘅電影房啦。嗱，其實佢呢度嘅設計就係做一個電影房啦。呢度擺一個幕布喺度，投影嘅幕布啦。跟住我平時同太太啊，或者同屋企人啊，喺呢一度就係一個獨立嘅一個電影房啦。咁其實佢呢一間房嘅設計咧，就係雙面採光啦，兩邊都係大嘅落地玻璃窗。咁其實對於一間房嚟講嘅話咧，你嘅採光度足夠咧，你個房你都唔會感覺得細。而且咧，我哋而家咧呢個位置呢個樓層咧只係3樓啫，3樓嘅樓層。我平時日頭唔着燈嘅情況下，個太陽嗱今日太陽足夠啦，3樓我唔着燈，日頭都非常之光猛，即係唔會覺得好暗啊，因為佢嘅採光度做得非常之足夠。係啦，嗱跟住呢一度就係我哋一個客廁啦，咁佢客廁同樣都係乾濕分離啦。呢邊交樓俾你嗰陣時咧，仲會有一個門喺度嘅。跟住成個即係你而家見到嘅所有全部都係有噶啦，包括頭頂上嘅呢個暖霸啦，全部都係有噶啦。咁佢呢一個洗手台啦，搬咗出嚟啦，就唔使同人爭廁所啦，亦都係交樓標準嚟噶啦。嗱，咁呢一間房咧可以做一個兒童房。嗱，咁其實佢呢一個兒童房咧，佢就做一個榻榻米嘅設計啦，將個牆掟咗入去呢一個飄台嘅呢個位置呢一度啦，跟住呢一邊咧，其實可以做一個書台，係啦，做個書台，做個衣櫃，衣櫃擺呢一邊，書台擺呢一邊，綽綽有餘啦，完全足夠啦。咁其實張床咧可以延伸到去前邊呢一度，咁就1.6米嘅大床，細路仔瞓完全足夠。係你家公子、你家公主住喺呢一度，完全足夠。跟住好啦，嗱，隔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主人房啦。嗱，主人房嘅設計咧，佢同樣亦都係隔開咗噶啦。呢一個衣櫃同埋廁所、主人房隔開咗噶啦，就唔會話會對沖噶啦，就唔會啦。嗱，咁佢呢一度咧就單獨做一個梳妝台啦，一個化妝地方啦、化妝間啦。佢呢邊仲會有個窗喺度嘅。即係佢嘅設計就係咁樣去俾你去做，開發商已經幫你諗好咗噶啦。咁佢就你到時喺呢一度你就唔會覺得好暗嘅。其實跟住好啦，嗱呢一個主人房嘅套廁啦，其實同我哋啱先嘅116方其實都係一樣噶啦。智能馬桶啦、暖霸啦、乾濕分離嘅設計啦，兩邊嘅一個梳妝鏡啦，係全部都係交樓標準標配嚟噶啦。跟住好啦，嗱佢呢間房佢呢一度咧仲會有一個內嵌式嘅一個衣櫃嚟嘅。呢個內嵌式嘅衣櫃，佢會有個位俾你去訂做一個到頂嘅一個衣櫃。跟住呢一邊咧，嗱佢就係做咗一個依家嚟講會比較新潮嘅一啲產品啦，就係烘乾機啦。嗱可以見到一啲護理啊、烘乾啊、消毒啊、消菌啊呢啲全部都可以入邊嘅啦。可以開俾大家睇下。嗱啲衫啊，
全部可以擺喺入邊嘅，一啲殺毒啊、消毒啊、烘乾啊，全部都可以擺喺呢一度。所以其實呢一邊呢個交樓標準咧，其實你日後你都可以咁樣去做㗎，因為佢交樓嗰陣時係冇呢樣嘢嘅，你日後都可以咁樣去做，俾你一個參考。嗱，跟住呢一個主人房咧，擺得落一張1.8米嘅大床啦。其實1.8米咧就到呢一度，到呢個梳化呢一度。咁其實唔要呢一排嘅電視櫃咧，就算要呢排嘅電視櫃啊，你個過道都唔會覺得窄，都唔會覺得細。跟住擺兩個床頭櫃嚟講嘅話咧，哇！你真係都唔會覺得空間咁好細，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而且佢呢一度點講咧？佢呢一度嘅戶型咧，其實都會有一個轉角位俾你嘅。即係雖然話佢呢一個轉角嘅呢一個玻璃咧，其實可能話對於你嚟講冇咩用，但係如果多咗呢樣嘢嚟講嘅話咧，你嘅太陽、你嘅陽光折射到落嚟嘅情況下咧，其實你成間房咧個採光度咧係會大好多嘅。所以其實呢一個就係佢開發商嘅一個設計嘅一個細節點啦，係值得點讚嘅呢樣嘢。係啦，咁其實呢一個142方咧可以做5房嘅一個單位啦，每一間房都唔會覺得細，每一間房都係四正正，非常之實用。咁其實佢呢一個設計嚟講嘅話咧，做橫廳嘅設計咧，我建議啦嚇，我覺得你如果話有興趣想睇翻中山啲大平層啲嘅單位咧，有考慮呢一方面嘅朋友咧，可以諗，即係可以過嚟睇睇呢個項目嘅。因為呢個項目其實142方，其實我哋嚟講嘅話咧，唔算話非常之大，亦都唔算話係大平層。因為內地嘅大平層嘅定義咧係144方，咁佢未去到144方咧，就未去到大平層嘅標準啦。咁但係佢未去到大平層嘅標準咧，佢嘅使用率俾到你咧，又真係一個大平層嘅一個使用率嚟嘅喎。你話誇唔誇張啊？係咪先？你可以做5房，我唔做5房，我入邊做4房，出邊呢一間房我做一個洗衣房，仲唔係大平層嘅一個設計啊？係咪先？所以其實如果有諗一啲喺中山市區啦，或者係想近翻深圳嘅一啲地方，我想揾一啲比較大啲嘅單位，大平層嘅單位，我想翻嚟呢一邊去嘆世界，翻嚟享受嘅，或者我住嘅人多嘅情況下，考慮呢一方面嘅嘢咧，咁就可以諗呢一樣嘢啦。可能聲控制啊，控制到佢啲窗簾全部關啊，跟住放電影啦，開始放電影啦，係咪好智能先？咁佢現在嚟講嘅話咧，呢一個單位咧可以講嘅係即係一層之中咧就得2戶嘅啫，所以其實呢一個屋苑咧對應翻好多嘅一啲業主嘅客戶群體嚟講嘅話咧，142方咧，其實我覺得咧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你本身你有考慮翻大平層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可以過嚟睇呢一度，因為對於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其實市面上好多大平層嘅單位咧，實用率咧，老實講下都唔會好高，可能去到70%到80%嘅啫。但係佢呢一度嘅使用率咧，係去到100%俾到你。即係打個比方，佢呢一度142方，你完全係可以用晒佢142方嘅。咁其實出邊好多86方、87方，其實你自己用到嘅都係得個140零方，都係咁大嘅單位。所以其實有考慮翻大平層嘅單位，一啲朋友咧可以諗過嚟睇睇呢一度，絕對唔會介紹錯嘅，係啦。咁咧佢現在咧開盤咧就得呢2個戶型嘅啫。今日我哋咧就睇晒㗎啦。咁接下嚟咧就帶大家落翻去售樓部，同大家講翻佢周邊嘅一啲配套，同埋佢最主要嘅一個交通，即係點翻香港，我點樣去珠海，或者我點樣去深圳先。咁我哋落翻售樓部同大家介紹一下先。OK， 咁我哋而家咧就落到嚟售樓部呢個位置啦。咁其實售樓部呢一個位置咧，日後咧佢亦都係一個書吧嚟嘅，一個書台啦，同埋一啲一個水吧啦所在嘅位置啦。即係你如果買咗呢一度咧，你平時咧週末啊或者有朋友過嚟啊，你可以落到嚟呢一邊去嘆翻杯咖啡，或者係嘆翻杯茶，嘆翻杯檸檬茶，睇下書都 OK 嘅。係啦，咁呢一邊咧就係佢嘅所採用嘅一啲
交樓標準一啲牌子啦，包括華為嘅全屋智能啦，同埋一啲方太嘅一個廚具啦，同埋一個歐派嘅定制嘅一個衣櫃啦、東芝空調啦等等嘅一啲品牌全部喺度噶啦，係啦。嗱，跟住嗱呢邊同大家介紹翻大家最關心嘅一樣嘢就係佢嘅一個交通啦，同埋周邊嘅一個配套有啲乜嘢先。嗱，咁我哋而家其實所處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度嘅。咁因為咧呢成個位置嚟講話，呢一度咧就係中山嘅南區啦，跟住呢一邊咧屬於中山嘅東區啦，係啦。嗱呢一邊咧其實就係中山嘅一個都係一個南區啦。所以其實呢一邊嚟講嘅話咧，嗱呢邊就係一個石岐啦。所以其實呢一帶嚟講嘅話咧，可以講嘅係我呢個項目所處嘅位置咧，係屬於中山市區嘅一個三地一個交界位嚟嘅。你無論係去翻中山嘅東區啦，又或者係石岐都好啦，都係非常之近嘅。咁首先嗱，同大家講翻最關心嘅一個交通啦，點樣翻香港先啦？因為其實喺中山嘅市區嚟講嘅話咧，你如果翻香港咧，最近咧，一定係行翻呢一個深中通道噶啦，行翻呢一條深中通道噶啦。咁其實如果喺我哋呢一個位置嚟講嘅話咧，係會有兩條路線可以俾你揀嘅。第一個咧可以行翻呢個中海高速，係啦。嗱呢一邊咧，我哋項目前邊咧，如果我哋揸車去嘅話咧，3分鐘時間咧會有一個金鐘湖嘅一個出入口啦。我到咗呢個出入口，行翻呢個中海高速。行翻呢一個深中通道，過翻去深圳嘅一個深圳灣口岸咧，其實全程咧只係需要1個鐘頭之內咧，其實就可以到深圳灣噶啦，即係意味住1個半鐘我可以去翻香港市區嘅任何一個地方都 OK 嘅。咁第二條線咧就係行翻我哋前邊項目前邊嘅呢一條博愛路啦，咁同樣亦都係2-3分鐘就可以到嘅。行翻呢條博愛路啦，一路直過就可以去翻呢一個港澳高速嘅出入口啦，行翻呢一個深中通道啦。咁其實行翻呢條路線嚟講嘅話咧，就會比較耐啲嘅，係啦，比較耐少少嘅。因為咧第一個會有燈位啦，第二個博愛路咧亦都係中山市區嘅一個主要嘅一個交通道路嚟嘅，係啦。咁其實無論係我行邊條路都好，其實我翻香港我自己揸車咧1個半鐘頭之內，點都可以去翻香港嘅市區噶啦，係啦。咁呢一個係自己揸車嘅一個路線啦。如果我唔自己揸車嘅情況下咧，市區呢一邊咧同樣亦都係會有呢一個直通巴士係可以翻到香港嘅市區噶，翻到屯門啦、荃灣啦、太子啦、觀塘啦等等呢啲地方都 OK 噶。咁就喺我哋呢一個項目啦，距離我哋項目6到8分鐘嘅時間嚟我呢一度，就會有呢一個永利嘅一個巴士啦，係啦，就會有呢一個直通巴士係可以直接翻到去香港嘅一個市區啦。如果我唔翻香港，我想翻去深圳啊，我翻羅湖啊、前海啊等等嘅地方去食啊、去玩嘅情況下咧，呢一度咧同樣亦都會有一個深中跨市公交嘅一個樞紐站，就叫做中山嘅一個博覽中心嘅。咁其實如果喺我哋項目出發咧，行呢條博愛路咧，去翻呢一個博覽中心咧，8分鐘到10分鐘啦，即係有平時車多嘅情況下，8分鐘到10分鐘就可以到翻呢一個博覽中心噶啦。咁其實交通路網嚟講咧，自從通咗深中通道之後咧，中山嘅一個交通路網咧，真係十分之方便，完全真係可以講嘅係4通8達噶啦。我去邊一度都會有呢一個巴士，或者我有呢條線路最近都可以翻得到，係啦。咁第二個嘅話咧，其實依家縱觀翻全中山嚟講嘅話咧，而家其實大家最關心嘅一點咧，就係呢一條廣州地鐵18號線啦，就係呢一條廣州地鐵18號線啦。咁呢個廣州地鐵18號線咧，佢係從廣州嘅南沙出發，跟住經過中山嘅馬鞍島，經過火炬，一路咁樣延伸到過嚟嘅，係啦，一路咁樣落翻去珠海嘅。所以其實呢一個地鐵線路嚟講咧，拋開呢一個交通啦，即係拋開我如果我日後住喺呢一度，我想去翻廣州嘅珠江新城啦，即係拋開呢啲路線唔講嘅情況下咧，其實呢一條線路，呢一條地鐵線更多嘅係中山嘅呢一個地價嘅一個升值潛力啦，係啦，因為一個城市有地鐵同冇地鐵咧，其實係差好遠㗎。因為現在嚟講嘅話咧，中山
市區嚟講啦，均價咧15,000、16,000，甚至咧去到20,000、30,000嘅一個樓價都有嘅。咁但係咧，佢係相對比翻珠海嚟講，個樓價其實係好低水位嘅，係啦，好低水位嘅。咁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呢一條地鐵線路2027年、2028年，最遲2028年啦，就會通車㗎。呢個係政府嘅紅頭文件頒布嘅。通咗車之後咧，佢嘅呢一個地價咧係一定會有一個幅度嘅一個上升嘅。所以呢條地鐵線路更多嘅含義咧，係中山嘅地塊嘅一個升值嘅一個潛力啦，係啦。咁除開嘅呢一個交通路網之外啦，其實喺翻市區嚟講話咧，佢嘅一個一啲商場啊、街市啊等等嘅呢啲配套咧，其實亦都係非常之滿足晒你所有嘅日常生活需求噶啦。咁最近嘅就係呢一個天虹啦，其實就距離我哋項目一條馬路之隔嘅一個天虹啦，天虹商場啦，入邊嘅吃喝玩樂啦、行街睇戲食飯啦，全部都可以滿足到噶啦。呢度一個。咁隔離嘅呢一度咧，仲會有呢一個曼谷嘅菜蘭子啦。其實距離我哋項目咧，亦都係一路之隔嘅啫。係啦，呢個菜蘭子啦，如果你平時中意食海鮮嘅，又或者中意宵夜嘅，可以去到呢一度。呢邊咧成條都係宵夜街嚟嘅，晚上非常之旺。係啦，平時咩小龍蝦、牛肉火鍋啊等等嘅一啲咩羊肉啊、一啲燒烤啊，呢邊全部都有齊晒。係啦，而且佢呢個曼谷菜蘭子咧，亦都係中山市區嚟講咧，會比較出名嘅，就係食海鮮嘅地方啦。係啦，就喺呢一度。咁其實再遠少少咧，呢度啦，仲有一個南下市場啦、南下新碼頭啦，隔離咧就係利和廣場啦。係啦，全中山嚟講嘅話，人流最多最旺嘅一個商場啦。跟住前邊呢一度咧，仲有一個華發商都啦。係啦，華發廣場、華發商都呢一邊啦。咁其實呢一帶嚟講嘅話咧，成個呢幾個商場嘅一個生活圈咧，可以講嘅係5到8分鐘之內，我全部可以滿足到晒你所有日常生活需求啦。係啦，你行街睇食飯，你完全都行唔晒啊。係啊，咁你如果再遠少少嘅一啲大信新都會啦、宣文一個步行街啦，即係西區步行街啦，同埋一個興中廣場啊、摩天輪啊呢一邊咧嗱就遠少少啦。咁平時咧都會比較塞車嘅，咁可能你喺我哋項目出發過到去嘅話咧，你預佢15分鐘咁上下嘅時間啦，就可以到得到噶啦。所以話市區佢會有個好處就係咩咧？你唔需要擔心你日後嘅一個生活，我嘅一個行街睇食飯，我一個消遣嘅一個方式，我係絕對唔會少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啦，隔離咧呢一邊咧仲會有全中山市區最大嘅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樹木園、金鐘水庫。大尖山、風車山全部都喺晒呢一邊嘅啦。咁我其實如果喺我哋呢邊搭巴士或者自己揸車嘅情況下咧，其實好近嘅，我5分鐘之內就可以到噶啦。咁如果我行路嘅話咧，就20分鐘咁上下啦，就可以行到呢一邊嘅啦。係啦，所以話佢呢一邊嘅無論係我嘅一啲城市化啲嘅設施啦，亦都有。我想空氣好啲嘅，想爬山嘅、行下山、行下公園嘅，亦都有。全部可以滿足到晒你日常嘅所有生活需求啦，係啦。咁講翻大家最關心嘅一點啦，就係咩咧？就係一個價錢啦。咁佢而家呢一邊新開盤大概係賣緊咩價位嘅情況下咧？而家新開盤大概個價位咧去到15,000到16,000一平方之間。咁其實呢個價位喺中山嘅市區嚟講話咧，係十分之吸引噶，因為佢第一啦，佢裝修已經係去到5000蚊一平方啦。咁你其實如果係無坯嘅情況下咧，你都係去到10000到11000之間，你就可以搞掂啦。係啊，咁其實你縱觀翻，其實成個中山嘅市區嚟講話咧，石岐呢一邊可以講緊嘅係冇咩新樓盤噶啦，係啦，基本全部都係二手樓。咁呢一邊嘅二手嘅售價咧，其實可以講嘅係，如果係有翻7到8年嘅年限咧，呢一邊嘅只能夠對比二手噶啦，因為冇新樓盤。係啦，7到8年嘅一個樓價嚟講話咧，都要去到12,000到13,000蚊一平方。係啦，二手樓5、6年，即係5到7年嘅一個樓齡啦。跟住東區更加唔使講啦，東區呢一邊係全中山樓價最貴，亦都係最堅挺嘅一個地方啦。2到3萬一平方，呢一邊係好普遍噶啦。咁其實我哋呢一邊嚟講嘅話咧，距離石岐同埋東區
都係幾分鐘嘅車程。咁佢而家啱開盤嘅售價咧，只係去到15,000到16,000蚊一平方。所以話其實對於一啲想改善型嘅一啲家庭啦，又或者想揀翻一啲大面積啲嘅單位嘅一啲朋友啦，其實嚟講可以考慮翻呢個項目嘅，真正係可以過嚟睇睇，考慮翻呢一個項目噶啦，係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嗱呢一邊就位置啊、配套啊、交通各方面同大家就介紹到差唔多啦。咁我哋移步過嚟呢一邊，同大家介紹翻佢呢成個屋苑嘅一啲平面分佈啦，同埋佢而家賣緊嘅係邊一棟，朝向係點樣樣嘅，佢嘅一啲設計啦係點樣樣嘅。嗱呢一邊可以睇。嗱咁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個咧就係佢哋沙盤啦。咁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就係佢嘅一個下沉式嘅一個會所位啦。咁同樣亦都係你日後翻到屋企咧，就喺呢一邊入嚟嘅啦。咁呢一個下沉式嘅會所位，再入到去咧，呢一邊就係佢成個屋苑嘅一啲分佈啦。嗱咁其實咧佢現在咧可以講嘅係啱先我哋睇示範單位，其實都見到啦。佢而家賣緊嘅咧就係1棟同埋2棟啦，就係呢一兩棟啦。咁其實呢一兩棟咧，佢最好嘅就係咩咧？佢係屬於所有單位，其實佢全部都係無遮擋嘅，因為咧佢嘅設計咧係屬於一個品字形嘅設計啦。無論我係116方又好啦，或者係142方兩個單位都好啦，佢亦都唔會話同隔離一啲單位黐埋一齊，一啲採光啊、通風啊同埋你嘅景觀咧係會有影響嘅，就唔會嘅。係啦，佢屬於一個品字形嘅設計啦。專梯專戶上到你嘅單位上邊啦，咁望翻出去咧，其實全部同樣亦都係無遮擋嘅一個設計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項目嚟講嘅話咧，可以講嘅係，如果你有考慮翻一啲我想質量高啲嘅屋苑，又或者我想考慮翻一啲大平層嘅屋苑，其實可以睇翻呢一度，因為佢呢一邊嘅一個第一實用率咧係非常之高啦，第二咧亦都係全中山嚟講，佢嘅交樓標準質量咧亦都係 No.1 嘅。係啦，跟住第三個嚟講啦，佢現在啱新開盤咧，第一樓層可以俾到你選擇啦。第二，佢啱開盤嘅價錢咧，亦都係十分之優惠嘅，因為當其時咧，佢一期咧，啱先開頭我都講到啦，一期當其時疫情嗰陣時，其實好多屋苑都冧價嘅，但係唯獨就係佢哋嘅一期係唔冧價，俾到好多買咗嘅業主同埋準備入手嘅業主咧，其實俾到佢一啲好好嘅一個信心嘅，係啦，就唔會話覺得話呢個價一直冧啊，呢個市唔好啊，點啊，就唔會嘅。係啦，咁今日咧就帶大家睇咗呢一個成個屋苑啦，都介紹晒啦。咁其實如果有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掃我上邊嘅曲啦，聯繫我啦，咁我就發更多嘅資料俾到你啦。咁如果覺得我介紹得好嘅情況下咧，嗱可以點翻我下邊嘅一個關注啦，同埋點着我下邊嘅一個鈴鈴啦。咁下一期有更新嘅節目咧，大家就可以收到第一手嘅資訊啦。係啦，咁嗱，今期節目就去到呢度啦。咁下期節目咧就帶大家睇翻更多嘅一啲靚嘅筍嘅屋苑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